大家好今日2026年嘅3月16號2019年嘅反修例示威演化成社會運動，超過1萬人涉嫌違法，先後被警方拘捕，至今檢控咗近3000人。2023年嘅2月，即係大概3年前度有消息傳出，涉及6000人嘅案件仍然就快處理好啦。大部分嘅案件呢，或者會各自調查，意味住咧就唔會起訴。當時嘅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喺2023年嘅3月就公開講，仲要多啲時間檢視案件，希望1-2個月內完成。蕭澤頤就呼籲應該俾機會曾經犯錯嘅年輕人，因為年輕人係社會未來嘅棟梁。佢就喺2023年4月，即係1個月後到咧就離任。而家大概3年啦。近6-7千個未檢控嘅個案情況，仍然係冇一個完整清晰嘅講法。反修例風暴發生至今都接近7年，人生有幾多個7年呢？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琴日就出席電台一個節目嘅時候就透露，事件中咧仍然有被捕者未被檢控。警方過去1至2年間就一啲未被檢控嘅年輕人推出特別項目，透過正向活動喺法律規限下俾一啲機會佢哋更生。被問到咩叫做更生機會呢？佢就話呢啲涉及行動細節，不便透露。被問到上述即係特別項目同埋更生嘅機會嘅詳情，目前有幾多人參與其中？保安局喺回覆報章嘅查詢嘅時候就話，警方喺過一段時期咧，喺符合法律嘅情況之下，主動聯絡相關人士，透過正向活動引導佢哋慎思明辨，分辨是非，並且給予佢哋改過自新、重新出發嘅機會。但係相關嘅行動細節就不便公開。鄧炳強亦都冇喺訪問裏邊詳細解釋所謂法律規限係講緊啲乜嘢嘅法律，邊一條嘅法例。按一般嘅理解，警方當然係有權對涉嫌違法嘅人士進行調查，並且根據法律同埋程序作拘捕或者正式檢控。調查工作原則上並冇時限。特別涉及一啲複雜同埋調查搜證工作有具體困難嘅案件，或者需要更長嘅時間做調查。反修例風暴被拘捕超過1萬人，當中近3000人已經被檢控，當中一啲被定罪嘅，亦都有唔少已經服刑完畢。對佢哋嚟講，事件可以咁講，已經成為過去，佢哋可以開展新生活。但係仍然有以千計嘅個案，相信都係以千計嘅個案未正式畫上句號。令人感到困惑同埋難過。唔少人心裏邊有一個疑問，究竟係咩一回事呢？唔係話要俾啲機會曾經犯錯嘅年輕人咩？未被檢控同埋定罪嘅，咁佢哋犯咗啲乜嘢錯呢？未被法庭裁定罪成，又點樣理解所謂更生呢？按一般嘅認識，社工同埋一啲教育工作者等協助一啲釋囚或者被定罪，但係咧係以其他非服刑方式幫佢哋更生嘅人士。警方為年輕人推出呢個特別項目，究竟係乜嘢嘅一回事呢？係自願呢，抑或係強制呢？假如強制嘅話，又有乜嘢法律嘅依據？係按咩嘅法例？公眾都想了解多啲。假如特別項目的係協助年輕人更生，呢個係好事，
成效突出嘅話，點解唔多作廣泛宣傳？對抗罪惡、偵查案件等行動涉及機密，唔適宜公開細節嘅決定可以理解。咁但係一啲更新嘅工作有乜嘢敏感不便多講呢？包括維護國家安全等打擊違法嘅工作，保障人民幸福安全。的確，正如官員所講，永遠係只有進行式，沒有過去式。但有人涉及違法，警方進行調查。如果係話永遠係進行式，呢個講法並唔符合常理。當然啦，官員亦都冇咁講過。假如經過咗專業徹底嘅調查搜證，前後6個月又好，6年又好，仍然冇足夠嘅證據作出正式檢控嘅個案，咁係咪要再等6個月，再等6年呢？呢個對當事人是否公平？假如喺合理嘅時間未能有足夠嘅證據對佢哋作出檢控，盡早俾佢哋回復返正常生活，呢個唔係最好嘅重新出發機會咩？涉及反修例案件當中，唔少係年輕人。一個叫做蛻變計劃，喺2020年由宋恩榮同埋宋陳寶蓮等一班學者同埋專業人士組成，為一啲被捕嘅年輕人俾輔導等支援。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喺2024年亦都為呢個計劃拍咗一個影片。喺影片裏邊佢咁講，話年輕人係社會未來嘅棟樑。嗰啲曾經被誤導或者諗唔透犯咗事嘅人，如果佢哋知道自己嘅過錯，亦都承擔咗法律責任，一定要俾機會等佢哋自新。佢又話，中央領導人一直好重視年輕人，認為係未來社會嘅建設力量。同樣道理，大批仍然未檢控嘅人士，相信當中亦都有一啲年輕人士。過去幾年呢啲未完結嘅案件，為佢哋學業、工作、家庭同埋生活等等帶嚟咗唔同程度嘅困擾。當局係咪都應該俾返個機會佢哋，俾佢哋嘅機會佢嘅家人同埋朋友，盡早合理地對案件作一個決定，告同唔告係有一個清楚嘅說法，有助療癒傷痛。對所有人、對社會都係好事。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請繼續喺平台 comment、like、share，拜拜。